又嚟到非常可愛嘅 Sanrio 系列啦，有2大王牌啦 ，Hello Kitty 同埋玉貴狗嘅，係一個5合1嘅 Max Charge 充電座嗱。未變身前咧就係咁樣一體化圓形一個掌心咁大嘅啫，變咗身之後咧就會變成咁樣啦。同時間咧可以充3個設備，包括15瓦輸出無線充電話啦，跟住咧3瓦輸出插 Apple Watch 啦，仲有5瓦輸出咧可以充呢個 AirPod Pro 嘅。無線充電方面，最緊要睇下有冇 QI2 認證，咁佢就當然有啦。仲有其他嘅安全認證嘅，而安全裝置方面咧，裏面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㗎。好多呢啲充電座我哋都會擺台頭或者床頭啦，為咗容易啲揾到佢，同埋增強個氣氛咧，佢係有呢個暖色嘅氣氛燈嘅。咁就算你熄咗燈啊，都知道個充電座同埋自己充緊電嘅嘢放咗喺邊啦。前面呢個俾手機磁吸充電嘅位置咧，最高可以喐到65度，大家亦都可以當佢係手機座咁使用噶。供電方面咧，後面咧就係一個最方便嘅 Type C 插頭啦，俾大家用 Type C 供電嘅。習慣用無線充電又喜歡 Hello Kitty 或者玉貴狗嘅朋友咧，就可以留意下呢2個5合1 Max Charge 嘅充電座啦。呢件 X-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-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-Power 客服查詢嘅。